Hello YouTube，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可以成功咁開到有一個日本又或者中國大陸嘅 Apple ID。咁首先第一步呢，我哋喺 Google 度 search 呢一個 Apple ID， 然之後進入呢個官方嘅 Apple 支援，然之後喺呢個仍需協助嘅界面度撳翻入去呢條 link 嗰度，跟住你就可以喺右上角嗰度建立你的 Apple 賬戶嗰度撳入去。然之後入翻你自己啲個人資料呢，就可以開到有一個新嘅 Apple account 噶啦。當你完成晒電郵同埋電話驗證之後呢，呢個 account 呢就已經開好噶啦。下一步我哋只需要呢點擊呢個個人資料啦，然之後更改地區，然之後呢將國家或地區呢個選項呢由香港轉變為日本。記得呢付款方法呢揀翻無。咁然之後呢，下邊帳單地址嗰啲呢，其實可以唔使理佢噶，跟住嗰啲資料就隨便咁打就可以。跟住呢，大家就會見到好成功咁樣呢，將呢個國家或地區呢更改為日本噶啦。跟住呢，求其撳一個 Apps 啦，然之後揀翻呢個更改商店，跟住呢，佢就會好自動咁樣呢轉換為一個日本嘅 App Store 噶啦。咁基本上呢，去到呢一步呢，就已經大功告成咗㗎啦。大家想下載啲咩日本嘅軟件呢，就可以直接喺度撳咯。跟住呢，教埋大家點樣直接喺個 App Store 入邊呢更改埋個地區先。大家只要撳呢個國家或地區啦，喺香港嗰度呢，選擇翻呢一個中國大陸。咁跟住喺下一個頁面呢度呢，揀翻無啦嗰個付款方法。咁然之後帳單地址呢，就同頭先一樣呢，隨便填得噶啦。跟住就恭喜大家已經獲得一個中國大陸嘅 Apple ID， 咁大家就可以隨便下載大陸嘅一啲軟件啦。